如果你喺地球表面向下鑽一個洞，究竟要鑽幾深先可以穿過地殼，真正掂到地幔？10公里、30公里，定係只要鑽頭夠硬，總有一日可以一路鑽落地心？人類目前做到嘅最深垂直鑽孔係俄羅斯科拉半島嘅 SG3 超深鑽孔，佢由1970年開始，花咗接近20年，最終去到地面以下12262米，12.2公里，已經深過珠穆朗瑪峰嘅高度，亦深過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嘅海水深度。但如果將成個地球切開，呢個世界紀錄只係穿入地球半徑大約2/1000。更加尷尬嘅係，科拉鑽孔位於厚厚嘅大陸地殼上，即使去到12公里，距離地幔仍然仲有好長一段路。地殼唔係一個全球厚度完全相同嘅硬殼，大陸下面通常有幾十公里厚，山脈下面可以更厚，大洋地殼就薄得多。地殼同地幔之間嗰個由地震波速度突然改變辨認出嚟嘅界面，叫做莫霍洛維奇不連續面，簡稱莫霍面。莫霍面唔係一層可以用肉眼見到嘅金屬外殼，亦唔係一過界就即刻跌入熔岩海。佢代表岩石成分同物理性質出現重要轉變。上面主要係地殼岩石，下面係密度較高、富含鎂鐵礦物嘅上地幔岩石。地幔大部分仍然係固體，只會喺漫長地質時間尺度緩慢流動。人類可以挖出幾公里深礦井，但礦井需要足夠空間俾人、車輛、通風同支護進入，成本會隨接面積急升。想去到10公里以上，工程師只能將通道縮到鑽孔尺度，用細長工具代替人落去。呢個選擇令工程量少好多，代價就係所有故障都只能由地面隔住10幾公里處理。所以鑽穿地殼真正要求嘅唔係挖走整條通道嘅岩石，而係保持一條足夠俾鑽頭、取芯器、感測器同鑽井液通過嘅孔，一路延伸到莫霍面以下。工程團隊原本目標係15公里，最後卻喺12公里附近停低，唔係因為鑽頭撞到神秘空洞，亦唔係地下傳出傳說中嘅怪聲。真正阻住佢哋嘅係溫度、應力同一個越鑽越難保持形狀嘅細長孔洞。去到最深位置，岩石溫度可以超過200度。原本堅硬嘅岩層喺高溫同巨大地應力之下，開始表現出緩慢塑性變形。井壁會向孔內收縮，甚至將啱啱鑽出嚟嘅通道重新夾窄。呢個時候問題已經唔係鑽頭夠唔夠硬，而係你有冇辦法將一套長過12公里、重達幾百噸嘅鑽柱放入地下，令最底部鑽頭保持方向，持續冷卻，排走碎石，同時唔俾上面11公里井壁先行倒塌。今日我哋就由地面一座鑽塔開始，沿住鑽桿、鑽頭同鑽井液一路落去，睇清楚人類點樣鑽出地球最深孔洞。點解每深入1公里，難度唔係加1級，而係成套風險一齊放大？首先要分清楚，超深鑽孔唔係一條可以俾人坐升降機落去嘅巨型豎井。你喺相片見到地面有一個金屬井口，下面並唔係一條幾米闊由頂睇到底嘅空洞。深層科學鑽井同油氣井相似，直徑由地面開始逐級收窄，最深一段可能只係幾十厘米，人唔會落去。所有切削、量度同取樣都要靠鑽柱、電纜同井下工具完成。地面鑽塔負責吊起同放低鑽柱，鑽柱由一支支鑽桿接駁而成，每支只有限長度，鑽深幾米就再接上一支。去到幾公里之後，你吊住嘅已經唔係一支硬直鐵棒，而係一條極長、會彎曲、會伸長、會扭轉嘅金屬鏈。最底部係鑽頭，視乎岩石種類，鑽頭可以用滾動牙輪壓碎岩石，亦可以用固定切削齒刮削。地面設備或者井下馬達提供旋轉，鑽柱再將重量壓到鑽頭上。如果目標只係快速開孔，鑽頭可以將岩石全部變成細碎岩屑，但科學鑽井仲希望取得完整岩芯，睇見岩層紋理、裂隙角度、礦物排列同流體痕跡。工程隊會使用中空取芯鑽頭切削外圍一圈，將中央圓柱形岩芯收入取芯筒。岩芯好似由地球深處抽出嚟嘅長條檔案，但要知道每一段來自咩深度同方向，就要避免佢喺筒內碎裂、轉動或者互相混亂。岩芯拉上地面後，會即時編號、拼接、拍攝，再量度密度、磁性、聲波速度、導熱率、孔隙同化學成分。超深井唔可能每鑽1米就將整條鑽柱拉起，工程團隊要喺取樣價值同進度之間取捨，某啲關鍵地層取完整岩芯，其餘位置靠岩屑同井下測井補充。
取芯次數愈多，直接證據愈豐富，但起下工具、整理樣本同處理卡芯事故，亦會食走更多時間。表面睇鑽井就係一邊轉一邊向下壓，但鑽頭每切走一粒岩石，工程系統都要回答4個問題：碎屑點樣運返上地面？鑽頭點樣冷卻？井壁點樣保持穩定？地下壓力點樣唔會突然將流體推入井內？答案就係鑽井液。高壓泵將鑽井液由鑽柱中央一路泵到底部，再經鑽頭噴嘴射出，液體冷卻同潤滑鑽頭，將新切出嚟嘅岩屑捲起，沿住鑽柱同井壁之間嘅環形空間流返地面。去到地面，震動西銅分離設備將岩屑抽走，鑽井液經處理之後再循環落井。工程師可以由岩屑種類、氣體、溫度同返回流量判斷鑽頭正穿過咩岩層，井底有冇流體進入，或者某段井壁係咪開始崩落。鑽井液仲有另一份更重要嘅工作，用液柱壓力支撐井壁同平衡地層流體。一條12公里深井唔係完全靠鋼管頂住所有岩石，較上層會逐段落入套管，再喺套管同岩層之間灌水泥，隔離鬆散地層同流體層。但最底部新鑽嗰一段，通常仍然係直接暴露嘅裸眼井壁。鑽井液密度太低，地層入面嘅水、氣或者其他流體可能推入井內，造成井擁。井壁亦可能因為支撐不足而剝落，密度太高，逆轉壓力又可能將岩層裂開，令鑽井液大量流失。所以工程師要將井底壓力控制喺一個狹窄窗口，高過地層孔隙壓力，但低過岩石破裂壓力。呢度仲有一個容易誤解嘅地方，井底唔係直接承受上面12公里岩石全部重量，好似一塊巨石壓住鑽頭。原本完整岩層入面，重量由4周岩石互相傳遞，轉走中間材料之後，應力會繞住圓孔重新分佈，喺井壁某啲方向集中。如果水平應力同垂直應力差異好大，圓形井孔可以被擠成橢圓，兩邊出現成對剝落區，呢種痕跡叫井壁崩落。相反，如果鑽井液壓力太高，井壁又可以沿最弱方向張開裂縫。工程師會由井徑成像、聲波測井同鑽井液漏失情況，反推地下應力方向同大小。井壁崩落唔一定代表城口井立即倒塌，佢亦係一種地質信號。但剝落岩塊太多，會增加鑽井液固體含量，卡住鑽柱，令井眼形狀惡化。最棘手係孔隙壓力、岩石破裂壓力同地應力唔會沿深度平順增加。穿過一條斷層，可能突然遇到高壓流體，再落幾百米，又可能進入裂隙發達、容易漏漿嘅區域。泥漿加重少少，可以壓住上面井擁，卻可能令下面弱層先被壓裂。於是工程隊要分段隔離，每轉完一個危險區段，就落入新一層套管並灌水泥，將已知問題封喺外面，再用較細鑽頭繼續。呢個做法令井可以延續，但亦令可用直徑一步一步減少。井愈深，呢個窗口未必愈闊，反而可能因為斷層、裂隙、唔同岩層同溫度變化而收窄。某一種泥漿喺上面幾公里表現穩定，去到底部高溫環境，黏度、密度同化學性質都可能改變。呢個亦解釋咗點解換一個更硬鑽頭永遠唔係完整答案。鑽頭的確會磨損，硬岩會令切削齒崩裂，軸承同密封亦會受熱同震動影響。但鑽頭壞咗唔可以派人落去換，工程隊要停止鑽進，將整條鑽柱一節一節拉返地面，換好鑽頭，再將所有鑽桿一節一節放返落去。喺12公里深度，單程就係12公里，一次換鑽頭要處理嘅總行程接近24公里，仲未計拆接每一支鑽桿、檢查螺紋同重新循環鑽井液嘅時間。鑽得愈深，每一次故障、取芯或者量測都會消耗更多時間。即使鑽頭真正切岩速度冇變，全年平均落芯速度仍然會越來越慢，而鑽柱本身亦會開始反抗。地面鑽盤旋轉唔代表底部鑽頭同一秒就平順跟住轉。12公里金屬可以好似扭橡筋咁儲起扭力，鑽頭一度被岩石卡住，上面仍然繼續扭，摩擦力突然被克服，底部就會猛然加速。呢種黏滑震動會令鑽頭承受反覆衝擊，鑽桿接頭亦會疲勞。鑽柱仲可以左右拍打井壁，上下彈跳或者發生局部彎曲。
地面感測器見到嘅轉速、重量同扭矩，只係經過10幾公里金屬傳返上嚟嘅結果。井底真正發生咩事，往往要靠井下量測工具先知道。但井下電子設備同樣怕熱，方向感測器、溫度計、壓力計、電纜絕緣、橡膠密封、潤滑劑同電池都有工作溫度上限。地面可以用風扇或者冷卻水降溫，井底工具就只能靠自身內熱設計同循環轉井液帶走部分熱力。溫度升高仲會令梁道產生漂移，你以為轉頭正向垂直方向前進，實際可能已經偏離。你以為井徑保持正常，某段井壁可能正在收窄。超深鑽井唔只要轉得落，仲要知道自己轉緊去邊。井下資料點樣反到地面，本身就係另一項工程。部分工具會將壓力變化編成泥漿脈衝，沿住轉井液向上傳，傳輸速度同資料量有限，但可以喺轉進期間報告方向、傾角、溫度同部分地層信號。需要更高質量資料時，就要停低轉進，利用電纜將測井儀器放入井內。測井工具可以量度天然伽馬射線、電阻率、聲波速度、井徑、溫度同井壁影像。岩心只代表被成功取出嘅一段實物，測井就提供完整段井眼較連續嘅記錄。兩者對照先可以分辨一個地震反射來自岩性改變、裂隙定係流體。但電纜長過10公里之後，同樣會受自重、摩擦同溫度限制。井眼稍為偏斜或者收窄，儀器就未必靠自身重量落到底，工具被卡住，既可能失去昂貴設備，亦可能堵塞唯一通道。每次量度之前都要先確認井徑、泥漿同溫度條件適合。因為鑽孔從來唔會自然保持絕對垂直，鑽頭遇到傾斜岩層、硬軟交界或者裂隙，會向阻力較低方向偏移，長鑽柱輕微彎曲，去到底部就可以造成幾十甚至幾百米水平偏差。井斜一大，鑽柱貼住井壁嘅摩擦增加，起下鑽更加困難，套管亦未必放得到底。工程師會利用穩定器、井下馬達、導向工具同不斷量斜，修正井眼方向，但每次修正都要將力經過極長鑽柱送到底部，控制得太急，井眼會形成狗腿狀彎位。日後鑽柱同套管經過時更容易卡住，所以地圖上寫住一口井深12公里，唔代表佢一條用尺畫出嚟嘅直線。科拉 SG3 本身就有多條分支井眼，當其中一段出現嚴重偏斜、坍塌或者工具事故，工程隊可以由較上位置重新側鑽，繞過原有問題，再向下。你見到嘅12.2公里紀錄係最深分支到達嘅垂直深度，而唔係一條由地面到底完全不直、永久暢通嘅管道。科拉工程選址喺俄羅斯西北部科拉半島。目標唔係為石油，而係直接研究古老大陸地殼。地質學家平時了解深部地殼，主要靠地震波。地震波經過唔同密度、礦物同結構嘅岩層，速度同反射會改變。科學家由呢啲信號建立地下剖面，好似醫生用超聲波睇身體內部。但地震資料始終係間接推斷，同一個速度變化可以代表岩石種類改變，亦可以代表裂隙、流體、壓力或者變質程度改變。真正想知道答案，最直接方法就係鑽落去，取出岩心，再將井內量測同地面地震資料逐層對照。1970年5月，科拉超深鑽孔開始施工，最初目標係15公里。工程由較傳統鑽機起步，之後使用為超深井設計嘅大型設備，鑽孔穿過原古代上地殼，再進入更古老嘅太古代片麻岩。去到7公里附近，結果同當時部分地震解釋出現重大差異。科學家原本估計某個地震波速度界面可能代表上面花崗質岩石，下面玄武質岩石嘅分界，但鑽孔並冇喺預期深度遇到一層清楚玄武岩。後來資料顯示，地震反射更可能同岩石變質、剪切帶、裂隙同流變性質改變有關，即係話地球內部一條喺圖上畫得好整齊嘅界線，落到真實岩心入面，未必係兩種岩石好似蛋糕咁一層疊一層。鑽孔亦顯示古老結晶岩唔係想像中完全乾燥密封，深部裂隙同斷層可以保存同輸送礦化流體，部分區段具有高滲透性。呢啲發現令地質學家重新理解深部地殼入面熱、流體同化學反應點樣移動。呢啲結論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地面地震波只會話俾你知某度性質有變，鑽孔就可以將變化拆開，岩心入面礦物有冇受壓重新排列，裂隙表面有冇新礦物沉積，井內電阻率下降係因為導電礦物定係鹽水進入
溫度異常係岩石自己產熱，定係流體沿斷層搬運熱力？科拉取得嘅數以千計樣本同井內量測，令研究人員可以將岩石導熱率、密度同聲速放返同一個深度框架。超深鑽孔唔只係一個深度紀錄，亦係一支深入地殼嘅長期地質儀器。但最直接影響施工嘅仍然係溫度。工程開始之前，團隊要由地表熱流同地質模型估計深部溫度。問題係地溫唔會喺所有地方按同一條直線增加。岩石導熱率、放射性元素產熱、地下流體、古老地質活動同過去氣候都會改變溫度梯度。科拉井內量測顯示，大約10公里深度已經去到180度左右，去到12公里附近，溫度可以達到約212度，比鑽探前預期更高。200度未足以將成片地殼溶成岩漿，所以話鑽頭碰到熔岩係錯嘅，真正變化係岩石嘅力學行為。地表附近岩石受力時容易沿裂縫脆裂，深部岩石同時承受高溫同四周巨大應力，部分礦物會以極之緩慢嘅速度變形。佢仍然係固體，但唔再好似一塊凍石頭咁長時間保持剛性。當鑽頭切走中心岩石，原本互相支撐嘅應力要繞過新孔洞重新分佈，井壁某啲位置受到集中擠壓，就會剝落崩角或者慢慢向內收縮。你今日鑽出一個合適直徑，隔一段時間再量，某一段可能已經窄到工具過唔到。呢種井壁閉合對超深井特別致命。鑽主落得去唔代表拉得反上嚟，只要某段孔徑收窄，岩塊跌落或者鑽井亦帶唔走碎屑，底部工具就可能被卡住。強行拉拔可以拉斷鑽桿，留下幾公里以下嘅金屬工具。要救返佢，就要再放入打撈工具，或者乾脆由上面重新側鑽。套管可以支撐井壁，但唔可以由頭到尾不斷用同一尺寸落到底。每加一層套管，新套管都要穿過上一層內部，所以直徑會逐級縮細。如果問題發生得太頻密，井眼未到目標深度，就已經冇足夠直徑俾下一級鑽頭、取芯筒同量測工具通過。呢個就係超深鑽井真正嘅空間倒數。地面睇落有成個鑽井牆，去到12公里以下，工程師可以操作嘅只剩低一條幾十厘米闊、唔斷受熱、受壓、受摩擦同慢慢變形嘅通道。1989年，科拉最新分支到達12262米，原定15公里，目標只差大約3公里，但最後3公里唔係前面12公里嘅簡單延長。溫度繼續上升，岩石塑性變形同井壁閉合加劇，工具工作壽命下降，每次事故都要經過12公里起下鑽。研究資料指出，鑽探最終喺1992年放棄，遠高於預期嘅井底溫度同反覆封閉井眼係核心限制，所以科拉唔係鑽到某一層硬到鑽唔穿。恰恰相反，最麻煩嘅岩石唔一定係太硬，而係佢喺高溫高應力下變得太容易緩慢變形。鑽頭可以繼續磨走前面嘅岩石，但後面嘅井壁已經唔肯保持原狀。有人或者會問，既然大陸地殼太厚，點解唔去海上鑽？呢個思路完全合理。大洋地殼通常比大陸地殼薄，莫方面亦較接近海床。如果目標係取得地幔岩石，由深海海床開始，理論上要穿過嘅地殼少好多。但你節省咗岩石距離，就增加咗海洋工程難度。鑽探船要喺幾千米深水上保持位置，鑽柱先穿過海水，先到海床。海浪、洋流同船體運動會令幾公里長鑽柱彎曲同疲勞。鑽井液點樣循環？海床井口點樣控制？工具點樣由船送到孔底？全部比陸上複雜。1961年，美國莫霍計劃曾經喺太平洋進行試驗，由一艘鑽探船喺深水上保持位置，再穿過海床沉積物，鑽入下面玄武岩。試驗證明深海動力定位同取芯有可能做到，但完整穿越地殼嘅第二階段，後來因成本、管理同計劃問題取消。人類之後建立咗深海鑽探計劃，取得大量海床岩芯，研究板塊運動、古氣候同海洋地殼。但到今日，仍然未有一口鑽孔由海床完整穿過莫霍面，直接取得原位上地幔樣本。仲有另一個經常令人混淆嘅紀錄，有啲油氣井嘅總井長已經超過科拉。原因係油氣井可以先向下，再轉彎，向水平方向延伸。圓井眼量度嘅總長度可能超過12公里，但真正垂直深入地球嘅距離未必更大。
科拉保持嘅重點係最深垂直人工穿透紀錄，而唔係所有井眼路徑入面總長最長。咁我哋距離地心仲有幾遠？地球平均半徑大約6371公里，科拉12.2公里，只係大約0.2%。就算成功達到原定15公里，仍然只係刮開最外層薄薄一部分。但將科拉稱為失敗，同樣唔公平。佢嘅真正目的唔係挖一條隧道俾人通過，而係將岩深、溫度、電性、聲波速度、應力同流體資料由地球深處帶返地面。每一米岩深都係一段直接樣本，可以用嚟校正原本只靠地震波建立嘅地殼模型。科拉證明咗深部大陸地殼比想象中更破碎、更有流體，溫度亦更複雜。某啲地震界面唔係簡單岩石分層，而係變質、裂隙同流變性質改變。更加重要係佢將轉得更深，重新定義成一個系統問題。未來要超越12公里，唔只需要更耐磨鑽頭，仲需要可以喺200-300度甚至更高溫工作嘅感測器、電纜同密封，需要高溫下仍然保持性能嘅鑽井液，需要更準確預測井壁應力同變形，亦需要減少每次換鑽頭、取樣同維修造成嘅超長起下鑽時間。其中一個方向係將更多動力同控制放到井底，井下馬達可以令鑽頭旋轉，而唔需要成條鑽柱以相同速度扭動。近鑽頭感測器可以即時判斷震動同方向，喺破壞發生之前調整重量同轉速。另一個方向係發展更耐高溫嘅電子元件、金屬密封同光纖量測，減少橡膠同普通電池成為最先失效嘅部分。鑽頭設計亦唔止追求最硬，切削齒要可以承受衝擊同熱循環，碎岩形狀要方便鑽井液帶走，底部噴嘴又要將液體送到最容易即熱同即泄嘅位置。鑽得太快，但岩屑運唔走，井底會形成碎屑床。鑽頭反覆研磨同一堆材料，最後反而更慢。亦有人研究利用高能熱力、電脈衝或者其他方式破碎岩石，減少機械鑽頭直接接觸。但無論用咩方法開孔，後面仍然要面對同一批問題：井壁點樣支撐、碎屑同氣體點樣排走、方向點樣控制、工具點樣取回。新鑽法可以改變其中一環，唔會自動令整條超深井變得簡單。對地熱能源嚟講，呢啲技術更加有價值，鑽得更深，有機會接觸更高溫岩層，利用地球內部熱力發電。但溫度愈高，井壁、材料同工具壽命問題亦愈嚴重。想由地下取得熱，首先要確保條井可以長期保持暢通，流體有路入有路出。所以人類今日鑽唔穿地殼，唔係因為地球深處有一道絕對無法切開嘅神秘牆壁，係因為每向下1公里，鑽頭前面要切開嘅岩石只係其中一個問題，鑽頭後面仲拖住一條更長、更重、更熱、更容易震動嘅鑽柱，周圍井壁亦用更大力量試圖將通道重新關上。最深鑽孔真正令人震撼嘅唔係12公里有幾深，而係人類用一條地面望落只得幾十厘米闊嘅孔，將一整套機械、流體同感測系統伸入地殼，喺工具冇人直接睇見、岩石不斷變形嘅環境下，仍然可以知道最底部發生緊咩事。科拉距離地幔仲有一段好長嘅路，但佢已經證明阻住人類嘅從來唔只係深度，而係點樣令一條通往深處嘅路喺鑽出嚟之後仍然肯保持打開。